佢哋嘅時間校得啱啱好。小信天翁係容易被擊中嘅目標。虎鯊雖然冇辦法出其不意偷襲，但係即使佢哋泄露行蹤，都唔會影響小信天翁嘅行為。佢哋而家專注學飛，對啱啱學飛嘅小信天翁嚟講，並唔係想象中咁簡單。問題係島上嘅跑道太短，尤其對一隻翼展係全世界最長嘅鳥類嚟講，佢哋嘅處女飛行最後好多時都會跌落水。呢個亦都係虎鯊游過嚟嘅原因。虎鯊嘅感官極之敏銳，所以幼鳥降落咗一陣，佢哋已經可以撲埋嚟。喺學飛嗰2個星期入邊，有過百隻信天翁幼鳥會犯同一個致命嘅錯誤，虎鯊就趁機會大開殺戒。喺呢個只係得好少食物嘅海洋，呢場1年1度嘅大餐係虎鯊嘅重要糧食。好多南太平洋嘅島嶼面積好細，食物供應往往有限。個島愈細同埋愈偏遠，就愈難喺上邊生存。喺呢個汪洋大海入邊，有一個細小嘅島嶼特別令人留意。島上邊有一個可以話係地球上最與世隔絕嘅社區，同一個好有啟發性嘅故事。佢哋來自阿魯塔島。呢種捕魚技巧係佢哋嘅島獨有。當風浪太大，而佢哋嘅船出唔到海嗰陣，就會大派用場。佢哋用章魚嘅觸鬚做餌。呢種技巧非常有效。揾到魚群之後，用呢種方法可以捉到幾10條魚。一咬落個魚頭度，等佢哋唔好再掙扎。阿魯塔人識嘅捕魚技巧比太平洋任何地方都要多。考慮到個島嘅大細嚟講，呢種技能好重要。個島就得咁大，面積只係得1/4平方公里。阿魯塔島細到你喺島上任何一個角落都聽到海浪聲。阿魯塔島嘅生活由400年前佢哋嘅祖先嚟到嗰陣到而家幾乎冇變過。好多阿魯塔人依然一生都生活喺呢一小片嘅陸地上邊。
阿魯塔島與世隔絕，意味住島上邊嗰300個居民要完全自給自足。